Hello，大家好，我係肥仔傑。今日係2025年嘅12月19號啊。今日台灣政壇呢正式進入咗一個高危嘅狀態，因為喺今日早上啊，台灣國民黨同埋民眾黨呢就召開咗聯合記者會，就喺鏡頭面前正式宣布彈劾現任嘅台灣民進黨領導人賴清德。呢一個呢就唔係普通嘅記者會，亦都唔係例行嘅批評，亦都唔係叫口號，亦都唔係喺政治選舉入邊一啲語言啦，而係台灣制度入邊最重、最狠、最不可逆轉嘅政治動作。一旦彈劾呢兩個字呢係被正式講出口，成件事呢就已經可以話係冇彎轉，翻唔到轉頭噶啦。無論去到最後呢個彈劾過唔過到，無論夠唔夠票都好，呢一個局面呢已經打開咗啦。而賴清德由呢一刻開始呢，已經唔再單純係台灣領導人啦，而係一個被立法院正式指控、被制度正面挑戰嘅領導人啦。民進黨呢第一時間就出嚟安撫局面啦，又話唔夠票啊，又話搞唔成噶，叫民眾唔使擔心。但係政治從來都唔係睇大家放唔放心噶嘛，而係睇你嘅對手想點樣同你打，想你輸喺邊一個位。如果你而家只係覺得咧彈劾咧係唔會過嘅，咪又係嗌下口號，咁你就錯啦，正正跌入咗去一個最危險嘅錯覺啊！因為今次咧藍營同埋白營佢哋聯合，咁佢哋藍白陣營根本就唔係想即刻推翻賴清德，佢哋係要公開拉開一條長嘅時間線，將賴清德嘅每一個決定、每一條唔肯執行嘅法律、每一個行政解釋，全部都鎖死喺同一個框架入邊，就係賴清德獨裁專制、架空立法院、踐踏民主程序。所以今集嘅內容呢，肥仔傑就唔係同你分析呢一個到底賴清德會唔會俾人係彈劾成功啊等等。今集係想同大家一齊睇清睇楚，就係點解一場大家都明知道係唔會成功嘅彈劾，反而可以成為推冧賴清德嘅第一塊骨牌呢？而你睇完肥仔傑呢條片之後呢，你會明白三樣嘢嘅。首先第一就係你會明白點解由今日開始，賴清德同埋民進黨已經行咗入去一條極度之難翻身嘅政治時間線。點解民進黨而家嘅每一步，佢每一個反應，其實都只係令到個局面越嚟越收窄。同埋最重要嘅一個點就係呢一場仗輸贏呢，就唔係講緊今日，而係賴清德之後，我哋會睇清楚佢點樣會一路咁輸落去，輸到去佢下一次嘅總統大選。而家呢個彈劾嘅局面已經打開咗啦，我哋就一齊嚟睇睇到底成件事係點樣發生，來龍去脈係點樣，成件事未來個結局又係點樣。喺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先點讚、分享呢條片出去，等更多人收睇肥仔傑嘅頻道。未訂閱嘅朋友，希望你撳右下角嘅訂閱，開埋隔離個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嘅影片啦。影片正式開始啊！國民黨同埋民眾黨呢，今日選擇用彈劾呢一個字眼呢，唔係一個情緒化嘅決定，而係一次計算過風險同埋後果嘅政治行動。因為喺台灣嘅憲政運作入邊呢，彈劾佢哋嘅總統呢，就唔係日常嘅工具，而係只係會係喺制度被認為出現嚴重偏差、權力失衡，已經冇辦法再用一般政治手段處理嘅時候呢，先會俾人搬上台面嘅啫。正正就因為呢個門檻係極度之高嘅，所以一旦有人正式提出嘅話呢，成件事就唔可能再被當成係普通嘅口水戰或者係政治嘅罵戰啦。而今次呢，藍白陣營直接將個矛頭指向賴清德呢，核心就唔係佢個人風格或者係政策嘅立場，而係一個極其嚴重嘅指控，就係行政權開始自行決定邊啲法律係可以執行，邊啲法律係唔使被執行。呢個對於法治社會好大影響㗎。
立法院三讀通過咗一個叫財政收支劃分法嘅修正案，行政院呢就依法提出復議，但係復議被否決之後呢，立法院維持原判。程序行到呢一度，喺過去嘅制度理解入邊呢，法律就應該要被納入去台灣嘅法律入邊，同埋公布仲有實施嘅。但係而家出現嘅呢，就係賴清德同行政院長卓榮泰選擇唔簽名、唔公布、唔執行嘅方式，另一條已經係完成咗立法程序嘅法律，實際上變咗失效啊！嗱，呢一個做法呢，之所以會被形容為踩到紅線、踩到條底線呢，原因好簡單嘅啫。因為如果行政可以喺復議失敗之後，仍然透過拖延或者拒絕公佈去否定立法院嘅決定呢，咁立法院嘅最終權力就會冇咗啦，變成一個淨係得建議嘅權力。法律通唔通過已經唔再係取決於民意代表嘅判決啦，而係取決於行政首長，亦即係賴清德嘅政治判斷。嗱，呢一個轉變呢，一旦被接受嘅話，就會徹底改寫台灣原本嘅權力分立嘅結構啊。而藍白陣營今次最狠嘅地方呢，就唔係只係指控佢一次啊，而係將賴清德上任以嚟多項具爭議嘅項目放入去同一個時間線入邊。唔單止係近期嘅財政收支劃分法啊，仲包括軍人待遇相關法例啦、公務員年金調整安排等等啦，全部都呈現出一個特徵，就係立法院過咗啦，但係行政選擇性回收翻嚟。好啦，當呢啲例子被串連起上嚟啦，社會接收到嘅信號呢就會變得非常之直接，就係賴清德政府唔係單一政策出錯，而係開始建立一套係以賴清德為首嘅運作模式。嗱，對於賴清德嚟講呢，問題正正就出喺呢一度啦，因為民進黨呢過去多年一直將自己嘅定位成所謂嘅民主守護者、程序公義者嗱，但係而家呢就要面對一個現實，就係當立法院嘅決定唔再產生必然嘅效力，民主程序本身就會被質疑係咪淨係一個形式呢？藍白陣營正正就係捉住呢一個矛盾啦，將衝突係由政策層面夾硬拉升到制度嘅層面，迫使到賴清德呢唔可以再用技術性嘅解釋去蒙混過關㗎。亦都正正係因為呢個原因啦，彈劾嘅真正威力從來就唔係最後一刻嘅表決，而係在於佢一開始就已經成功設定咗一個冇辦法迴避嘅問題。係咩問題呢？就係如果立法院三讀通過嘅法律喺行政架構係唔認同嘅情況下，竟然可以被無限期擱置，咁未來任何一屆嘅立法院仲有冇實質存在嘅意義呢？呢一個問題一旦被拋出嚟呢，就唔會消失㗎啦，因為佢唔係針對某一條嘅法案啊，而係直指成個制度嘅根本啊。嗱，由呢一刻開始咧，賴清德嘅處境就已經發生咗質變啦。佢唔再只係需要為某一個政策去辯護，而係要為自己點樣去理解憲政啦，點樣去看待立法院啦，點樣去運用佢自己領導人嘅權力去作出全面嘅交代。而喺政治現實入邊呢，一旦一個領導人被逼不斷回應，喂，你有冇踐踏制度？嗱，呢一類咁嘅問題啊，其實佢就已經企咗喺一個極度之危險嘅天台上邊噶啦。因為無論點樣答都好，其實都好難避免進一步去削弱自身嘅正當性嘅。呢個彈劾一旦提出咗，政治現實呢就會即刻接管晒成個台灣嘅局面啦。因為從制度層面，所有人都好清楚一件事，要真正拉低一個領導人啊，台灣嘅領導人啊，從來都唔係靠一次嘅表決，而係靠長時間嘅正當性嘅消耗。
藍白陣營對於呢一點咧睇得非常之清楚噶，所以佢哋由一開始咧就冇將個焦點放咗喺夠唔夠票通過呢個彈劾議案，而係放咗喺由邊一刻開始賴清德要為每一個決定付出政治代價。立法院而家係有113席嘅，要2/3或以上咧先可以通過彈劾賴清德。呢一個數字本身就注定咗個結局咧係唔會即刻出現噶啦，但係正正就因為門檻非常之高，彈劾程序一旦啟動咗咧，反而就會將整個政治舞台拉到去一個前所未有嘅高度啊！喺嗰一刻開始，所有嘅討論唔會再單一討論政策啱唔啱，而係賴清德係咪已經超越咗制度嘅界線。而呢一種轉換呢，對於賴清德嚟講係極為致命嘅，因為佢要面對嘅唔再係反對派，亦即係國民黨、民眾黨嘅一個批評，而係制度本身民眾對佢嘅質問啊！喺台灣嘅憲政設計之下啦，佢哋領導人即係賴清德平時咧係唔需要頻繁走入去立法院嘅，亦都唔需要為每一條法律咧係作出詳細嘅解釋立場嘅。行政院嘅院長先至係主要受監督嘅對象，但係彈劾程序嘅存在本身就係為咗應對極端情況之下，將賴清德呢啲人呢直接拉到制度中心，迫使佢就住自身嘅行為作出一個交代。當藍白陣營成功啟動咗呢個機制啦，咁賴清德呢就會冇辦法再匿喺行政體系後面，因為問題唔再係呢個行政會點樣做，而係總統容唔容許咁樣去做。而當焦點集中喺賴清德本人身上面啦，過去一段時間呢，所有被視為技術性處理嘅決定呢，都會被重新包裝成為權力選擇。每一次唔公布法律，每一次延後執行，每一次用程序嘅理由解釋政策，都會被放入去同一個故事入邊去理解嘅，就係行政正在自行決定立法嘅生死，即係行政大於立法。呢一種講故事嘅模式呢，一旦形成呢，就唔需要額外嘅證明噶啦，因為社會只要睇到個結果呢，就會自行去補翻成件事嘅因果關係噶啦。而台灣一路講緊啊嘛，三權分立啊嘛，行政、立法、執法應該係三個分開，但係而家我哋睇到賴清德呢，佢就變咗獨裁啦。同一時間，彈劾程序呢，亦都為立法院提供咗一個長期運作嘅舞台，質詢、聽證、公聽會全部都可以放喺賴清德責任呢一個大框架底下去進行㗎。每一次公開嘅場合對賴清德嚟講呢，都唔係一個單純嘅政治攻防戰，而係一次次嘅制度審視啊！喺呢一種環境之下，任何一句答得唔好清楚，講嘅嘢有所迴避，或者甚至佢講嘅嘢唔啱，都會被視為心虛啦，或者係閃避嘅。而喺政治上邊呢，心虛呢個字本身係一個嚴重嘅傷害。最更加重要嘅係呢個彈劾並唔需要成功嘅，亦都已經可以產生實際效果。因為彈劾嘅程序啟動開始呢，社會對於政府嘅期待就會產生變化噶啦。過去可能接受嘅一啲模糊解釋呢，開始變得唔夠啦。過去可以用時間拖延嘅問題呢，開始會被要求即時回應啦。當政治節奏被迫加快啦，而行政嘅體系呢又冇辦法提供一致嘅清晰答案呢，咁社會上面嘅疲態呢就會慢慢浮現出嚟噶啦。去到呢一步，藍白陣營真正嘅目的其實就已經達到咗一半啦。佢哋亦都清楚知道，佢哋推翻唔到賴清德喺而家呢刻，佢哋過唔到2/3，但係佢哋亦都唔需要即刻推翻賴清德，只要需要令到成個執政團隊長期處於被質疑、被追問、被動嘅防守狀態，咁就得啦。因為喺政治現實入邊呢，一個政府一旦失去咗主動權呢，就好難再次主導議題嘅。而一旦呢啲議題係俾對手掌握住嘅話呢，輸嘅局面呢，往往只係時間嘅問題啫。
而當成個政治節奏被拉到入去一個長期嘅消耗戰，真正發酵嘅其實唔再係立法院內部嘅程序攻防戰啦，而係社會層面對於賴清德嘅權力點樣運作呢一個直觀感受啊！嗱，呢一層嘅轉變呢，係由先至係賴清德真正開始輸嘅地方，因為政治最驚嘅呢，唔係有人反對啊，而係自己或者自己個黨俾人定咗型。一旦個形象被固定咗呢，你點樣解釋都好啦，都會俾人視為你係狡辯嘅。財政收支劃分法呢一個係現階段被推到風眼位置嘅一個法案，絕對唔係偶然。表面上睇呢條法案講緊錢啦，講緊分配啦，講緊預算啦，但係實際上佢講緊一個好殘酷嘅現實，就係台灣嘅地方政府究竟係咪真係有自治嘅空間？當立法院完成咗三讀啦，程序行完晒啦，結果就因為賴清德同埋行政體系一句我唔同意唔公佈，令到法律停咗喺原地。咁呢一個畫面對於一般嘅市民嚟講呢，遠遠比任何憲法嘅辯論更加直接。嗰啲市民未必識得分辨復議同埋違憲或者釋憲嘅一個差別，但係佢一定可以明白一件事，就係原來立法院過咗嘅法律都可以俾你一條友決定係乜事都冇發生過。而呢種感受一旦同地方現實扣連起上嚟呢，就會產生極強嘅政治穿透力啦。縣市嘅政府長期面對嘅問題呢，係責任越嚟越多，但係資源永遠都唔夠。地方嘅官員面對選民嘅時候，要為交通、醫療、建設、福利責任負責，但係去到最後啲錢喺邊度呢？批唔批呢？全部都要睇中央嘅面色，即係民進黨話事。當財政收支劃分法被凍結，呢一個長期嘅不滿就即刻揾到一個具體嘅出口啦。而呢個出口嘅指向呢，唔係抽象嘅制度，而係賴清德本人啊。由呢一刻開始呢，賴清德喺地方政治入邊嘅位置就出現咗質變啦。佢唔再只係民進黨嘅領袖，而係被塑造成為一個棘住咗地方發展嘅中央象徵啊。而呢一個形象呢，一旦建立咗上嚟，後果係非常深遠嘅。因為地方政治人物就算未必完全企喺藍白陣營嗰邊啦，都好難再去為佢哋民進黨政府全力護航啊。對佢哋嚟講，最安全嘅選擇就係保持同賴清德嘅距離，甚至將個責任推返去俾賴清德，避免同選民嗰啲不滿呢係有正面衝突嘅。好啦，而民進黨呢，喺成個過程入邊，反而陷入一個兩難嘅局面啦。如果佢哋選擇堅持唔公佈、唔執行呢條法律，就等同於強化佢哋賴清德係獨裁專制呢一啲標籤。但係如果選擇咗退讓呢，又等同於承認佢之前嘅所有決定係站唔住腳嘅。所以無論點揀都好啦，對於賴清德嚟講，都會對政治威信造成損耗嘅。而呢一種損耗呢，唔係一次性嘅，而係每日喺度慢慢累積緊上嚟嘅。而更加致命嘅地方在於呢，呢一個故事一旦係被台灣社會接受咗呢，就會開始自行嘅演繹同運作啦。每當地方出現建設延誤、政策停滯、資源唔夠，輿論自然就會將啲問題同賴清德連結起上嚟。即使實際嘅原因可能複雜得多啦，但係政治呢，從來都唔係靠完整嘅因果鏈去取勝㗎，而係靠最容易被理解嘅解釋。喺呢種情況之下，賴清德想再將討論拉翻去專業層面呢，幾乎係冇乜空間嘅。嗱，於是呢，今次嘅彈劾所帶動嘅已經唔再只係制度問題，而係一種廣泛擴散嘅政治印象啊！中央嘅權力，即係賴清德嘅權力，開始脫離民意嘅節制。呢個印象一旦穩定落嚟呢，就會成為未來所有政治對抗嘅底色。而賴清德所面對嘅呢，就唔係單一對手，
而係一個已經被重新設定嘅政治環境。喺呢個環境之下呢，任何一步行錯咗都唔會被視為係偶發嘅失誤㗎，而係被解讀成為同一個問題嘅延伸，而輸嘅局面亦都會因為咁而越嚟越清晰㗎。當地方層面嘅不滿開始形成啦，咁賴清德嘅政治呢，就必然會被逼進入一個更加殘酷嘅階段，因為去到呢一步已經唔再係單純係咩理念之爭啊、咩藍啊綠啊咁樣大家去爭啦，而係邊個要為台灣社會停滯去負責嘅一個現實問題。呢個時候行政院呢，自然會成為風眼嘅中心嘅，而行政院院長卓榮泰亦都無可避免咁俾人推上前線。制度上面負責執行立法院通過嘅法律，負責編排、負責落實預算嘅呢，就係行政院，而唔係一個抽象嘅政治概念。當立法院多數已經形成共識啦，認為行政選擇性執法，即係行政佢覺得邊啲法律要行就行，唔行就唔行。嗱，咁成個施政體系咧就會被重新評價啦。過去仲可以用政策協調啊、技術處理啊、財政評估等等去包裝呢啲決定，開始被直接理解為行政拒絕服從立法。嗱，呢一種理解一旦成為主流咧，行政院院長嘅角色咧就會發生質變啦，由施政協調者變成制度衝突嘅承擔者。卓榮泰喺呢一個局面入邊，其實已經冇乜迴旋嘅空間㗎啦，因為無論佢點樣解釋都好啦，最終都會被拉翻入去同一個問題入邊，就係立法院明明通過咗立法㗎啦，點解你行政嘅唔做？嗱，亦都正正因為咁，立法院對於行政院嘅監督力度咧，只會越嚟越強嘅啫。質詢就唔會再係例行公事啦，而係逐步變成追究責任。審查亦都唔再只係技術檢視，而係政治問責。當呢種氣氛形成呢，不信任呢三個字呢，就會慢慢由禁忌變成一個可以被公開討論，甚至被合理化嘅選項啦。嗱，對於民進黨又好，對於賴清德都好，呢一個發展極度不利。因為一旦行政院院長被推倒，必須落台嗰個位嘅話呢，咁賴清德就冇可能置身事外啦。喺設計或者叫制度嘅設計上面，立法院一旦通過咗對行政院院長嘅不信任議案呢，總統即係賴清德呢，只係得兩條路去行嘅啫，一係換人，一係就解散立法院。換人等同於承認而家嘅施政團隊已經失去咗政治嘅支撐，解散立法院就係一個高風險嘅政治豪賭。喺目前台灣嘅社會氛圍之下，地方嘅怨氣未消除，制度嘅爭議未解決，民進黨喺改選入邊重奪主導權呢，並唔係一個穩陣嘅選項。所以話，如果佢解散咗立法院，好可能國民黨嘅議席會更加多，甚至可以一舉就推翻賴清德，令到佢落台。而藍白陣營正正就係利用咗呢個結構性嘅困局，慢慢將啲壓力推上去。佢哋唔需要即刻出手嘅，因為只要行政同立法之間嘅信任嘅裂痕持續存在呢，行政院每一日嘅運作都會變得更加艱難。政策推動得更加慢，會被指係無能啦；推得快嘅話呢，又會被質疑程序。嗱，退一步嘅話就係示弱，向前行一步叫挑釁。呢一種你做乜嘢都會錯，做乜嘢人哋都覺得你唔啱，覺得你係衰人嘅局面呢，本身喺政治上面係最致命嘅消耗嚟嘅。嗱，對於外界嚟講啊，政府運作呢就越嚟越似一部棘住咗嘅機器。台灣嗰啲地方政府等錢、等政策、等批文，但係賴清德始終未能夠提供一個穩定、可預期嘅方向。嗱，當呢種不確定性嘅持續累積，對賴清德政府嘅信任呢就會逐步挖空咗佢啦。呢一個過程未必係轟烈嘅，但係極其有效。因為佢唔靠一次性嘅一個衝擊，而係靠每日喺度嘅停滯感
去話俾人聽。所以行到呢一步呢，成個政治戰場已經完全改變咗啦。焦點亦都唔係在於賴清德有冇理據，而係賴清德仲有冇能力去維持一個可以正常運作嘅台灣執政團隊。嗱，當呢一個疑問開始喺社會層面擴散啦，政治嘅勝負其實已經開始傾斜緊啦。因為一個被普遍認為管唔管到呢個局面嘅政府，無論理念包裝得幾好，民眾對佢嘅信任已經破裂，佢亦都好難重新掌握主導權。當行政體系被迫長期處於防守嘅狀態，政治時間線呢就會自然加速，因為選舉係唔會等人嘅，而情緒亦都唔會自動消散嘅。去到呢一步，藍白陣營真正嘅優勢就開始浮現啦。佢哋唔需要即刻改變制度，只係需要改變選民理解制度嘅方式。喺度提提大家，下年2026年尾就係台灣嘅9合1選舉啦，呢度政治影響好大嘅。而當立法院過咗都冇用，呢一個印象被反覆強化，政治判斷就會由理性嘅比較去到一個更加直接、更加情緒化嘅層面，就係賴清德嘅獨裁同埋賴清德嘅專制，任何嘢都可以俾佢卡住嘅。嗱，呢一種轉變對於地方選舉係尤其致命嘅。下年嘅9合1選舉就係要選呢啲人，縣市長、地方議員，佢哋全部都係講緊面對嘅唔係抽象憲政辯論啊，而係實實在在嘅民生問題。條路起唔起到，醫院起唔起得成，福利批唔批到。當地方層面一次又一次被告知，就係賴清德未決定，程序未行完，而家要暫緩先。嗱，選民心入邊自然會形成一個簡單嘅因果鏈條嘅，就係中央政府即係講緊賴清德嗰邊，佢哋嘅決定喺度直接拖慢緊民生工作。而呢一條因果鏈條一旦形成咧，之後所發放嘅所有政治信息都會被放入去同一個框架入邊去理解嘅。而民進黨喺呢一個框架之下咧，幾乎係冇乜反擊嘅空間，因為佢哋要解釋嘅咧就唔係單一嘅政策，而係整套運作嘅邏輯。任何技術性嘅說明咧，都好容易會被視為推卸責任；任何制度性嘅辯護咧，都會被理解為離地。相反，藍白陣營只需要不斷去討論，將呢個討論拉翻落去結果嘅層面，就係到底賴清德你有冇做到，你行唔行到，有冇改善到民生，嗱，就已經足以佔據道德高地啦。政治語言喺呢一度咧係變得極度之唔對稱嘅，因為一邊要長篇大論，另一邊咧只需要一句做唔到咁就夠啦。嗱，隨住時間嘅推進呢一種不對稱嘅一個情況咧，就會越嚟越明顯。選民未必會逐隻字逐句說話去追蹤立法院同行政院之間嘅一個攻防戰，但係一定會記得生活有冇變得更加好，定係變咗差咗。當感受同佢哋政府嘅講法出現落差啦，信任咪開始喐咯。而信任一旦喐緊鬆動咗，就要重新建立啦，成本就會非常高啦。民進黨過去多年累積嘅政治信用咧，喺呢一個日常失望入邊咧，就一點一滴咁消耗緊。而更加關鍵嘅就係呢一場消耗戰本身就係會產生自我強化嘅效應。當政府被普遍認為，佢係會棘住啲嘢嘅，投資又好，建設都好，自然會趨向保守嘅。當一個地區嘅經濟活動放慢，民怨一定會上升，而當民怨上升啦，政治壓力就會加大，而政治壓力加大呢，又會令到政府行事更加謹慎，進一步行得越嚟越慢。而呢一個死循環一旦形成咗呢，就好難再靠單一個政策去打破佢，因為問題已經唔係一個政策嘅問題，而係成個政治氣候嘅問題。而去到呢一步呢，賴清德政府所面對嘅已經唔只係在野黨嘅攻勢啦，而係一個逐漸定格嘅社會觀感。觀感呢係唔需要被證明嘅，只需要不斷俾人重複，
就會變成普通嘅常識啦。而政治上面最危險嘅，正正就係被對手成功定義為常識。當地方政府佢去話喂，係中央政府阻撓地方喎，嗱，咁成為咗普遍理解之後呢，每一次嘅選舉，每一次嘅動員都會只係同一條軌道上面運行。政府就算想去轉向都好啦，都會發現自己已經失去咗轉彎嘅方向啦。嗱，當賴清德或者係民進黨或者係執政黨做唔到嘢呢一個觀感呢，開始喺社會層面固化，政治戰場就其實已經係由制度嘅對抗徹底轉移去到責任歸屬同埋能力判斷上面啦。去到呢一步，賴清德同埋民進黨面對嘅呢，已經唔再係在野黨，亦即係民眾黨同埋國民黨嘅指控，而係一個越嚟越多人內心默默形成嘅結論，就係而家呢一個賴清德政府已經冇辦法有效處理複雜嘅局面，因為對於一般民眾嚟講，政治最後只會收斂成為一個好簡單嘅判斷，就係遇到問題嘅時候，呢一個政府係咪有辦法推得喐呢？解決得到呢？啲嘢落到地呢？而而家呈現出嚟嘅畫面，就係立法院通過嘅法律竟然俾行政棘住，地方資源都俾行政棘住，行政解釋一改再改，好似揾藉口咁，成個系統好似不停喺度內耗咁。嗱，呢種狀態一兩個月可能仲可以用磨合期呢3個字去理解或者解釋啊，但係當佢持續係拉長呢個時間，就會被視為係一種能力嘅不足，而唔再係單純嘅政治衝突啦。而呢一種能力嘅質疑呢，一旦出現咗，就會迅速向上集中，最終就落到賴清德身上面啦。因為無論制度係點樣設計都好，喺佢哋選民眼中呢，賴清德始終都係最高負責人。當行政院院長卓榮泰被困喺立法院質詢同埋輿論壓力之間，當政策推動全部都受阻，外界自然會開始問一個問題，就係賴清德係咪仲可以掌控到成個台灣嘅局面呢？係咪仲有能力去協調行政同立法機關之間呢？定係已經失去咗對體制嘅主導權呢？而呢個問題一旦俾人拋咗出嚟呢，就好難再收翻噶啦，因為任何後續嘅行動都會被視為係放入同一個框架入邊去檢視嘅。如果賴清德選擇繼續強硬，堅持原有嘅路線，就會被理解為係固執啦，拒絕面對現實啦。但係如果選擇調整啊，嘗試修補關係，又會被視為係被逼低頭、立場動搖、左右搖擺。嗱，無論佢點行都好啦，都已經會被對手成功解讀成為賴清德已經亂咗節奏。而一個被打亂節奏嘅領導人喺政治上邊呢，就已經係代表住失去咗主導權力噶啦。嗱，更加關鍵嘅係呢種局面並唔需要對手持續加持同埋持續去發力嘅，咁佢就亦都可以自行去擴散嘅。官僚體系係會因為不確定性而變得保守嘅，政策亦都會因為風險考量而延遲嘅，地方政府會因為等唔到指示而停滯嘅。嗱，每一個等等先啊，每一句我哋再研究下，都會喺台灣嘅社會層面被視為、被解讀為係無力。久而久之啦，賴清德存在嘅個存在感呢，就唔係表現喺解決問題，而係變成問題本身。而當政府被視為一個問題嘅時候，政治氣氛就會出現一個根本性嘅轉變，就係原本仲觀望緊嘅中間選民會開始傾向不如我哋換一換啦，下次投下國民黨會唔會好啲呢？咁樣原本對民進黨有好感但係唔滿意嘅支持者呢，亦都會逐漸轉向沉默。佢未必即刻投國民黨，但係佢可能唔出嚟投票。地方政治人物亦都會開始重新計算距離，避免同一個被認為行緊落去斜路一路衰緊落去嘅一個中央政府過分綁定。
嗱，呢啲變化未必會即時反映喺民調上面嘅，但係會喺組織動員、投票意願同埋政治氣勢上面慢慢累積上去。而去到呢一個階段，藍白陣營其實已經達成咗最關鍵嘅戰略目標啦，唔係證明自己一定係啱晒，而係成功令到賴清德嘅政府唔會再被台灣人民視為唯一嘅選擇。一旦台灣嘅選民咧開始相信現狀並非不可取代嘅時候咧，政權嘅穩定性就會出現裂縫啦。而政治史咧一再證明，真正輸嘅局面往往唔係始於一次嘅大敗，而係始於呢一刻，大家開始習慣想像，冇賴清德可能都得喎。嗱，去到呢一刻呢，其實已經好清楚啦。今次國民黨同民眾黨聯手推動彈劾，從來都唔係為咗即時推翻賴清德，佢哋亦都清楚知道而家唔夠票推翻佢。而佢哋所做嘅就係為咗徹底改變一個事實，就係民進黨唔可以再用穩定執政呢4個字去掩蓋自己嘅權力失衡同埋政治施政嘅失效。當彈劾正式被放上台面上面，成個政治框架已經作出轉變啦。賴清德唔再係單純面對反對黨嘅杯葛，而係面對一個越嚟越多人開始質疑嘅問題，就係呢一個賴清德政府係咪已經失去咗帶住台灣向前行嘅能力呢？而最殘酷嘅地方就係呢一個質疑一旦出現咗，係唔會消失喺社會上面嘅。即使彈劾最後喺立法院過唔到，即使民進黨可以喺制度上面捱過到一關咁大把，但係政治從來都唔係計算輸贏，而係計算印象、信心、氣勢。當立法院通過嘅法案可以被凍結，佢哋賴清德可以無視地方嘅需求，行政機關可以凌駕立法機關。嗱，呢啲印象慢慢沉澱成為社會共識，咁賴清德同埋民進黨就已經失去咗一個最重要嘅資本啦，就係被相信嘅資格啊！嗱，由今日開始，民進黨每一次講民主、講法治、講程序，佢都必須要攞翻出嚟，係同現實做一個對照。每一次要求地方配合、要求社會忍耐，每一次都會被反問一句說話，就係佢哋自己本身有冇尊重台灣嘅制度。呢一種反問呢，係唔需要在野黨每日大聲去同民眾講出嚟嘅，因為佢已經係民眾心入邊紮根咗啦。政治上面最可怕嘅唔係對手嘅攻擊，而係支持自己嘅支持者開始變得沉默，中間嘅選民開始疏離自己，而嗰啲地方嘅勢力亦都要開始重新計算。藍白陣營而家做緊嘅其實只不過係不斷將呢一個裂縫擴大，唔俾佢自然愈合呢個傷口，唔需要日日去重拳出擊㗎，只需要確保一件事嘅啫。就係每一次嘅制度停滯，每一次嘅政策卡關，每一次嘅行政混亂都會被記入個數簿入邊，記喺賴清德同埋民進黨身上邊。等到下一次大型選舉真正嚟到嘅時候，呢一本數簿就會一次過咁攤開，而去到嗰個時候，想再用乜嘢漂亮嘅口號、華麗嘅口號去填補呢，都已經太遲啦。所以呢一場彈劾最重要嘅意義並唔係佢成功與否，而係宣告一個時代開始轉向。賴清德可能仲坐喺總統府入邊，但係佢已經被拉到入去一個極之為被動嘅政治時間線。民進黨可能會仲掌握行政權嘅，但係佢哋已經失去咗定義現實嘅能力。政治一旦行到呢一步，結局往往係唔需要轟轟烈烈嘅，因為輸呢一樣嘢呢已經喺日常嘅消耗入邊慢慢完成咗啦。而對於一路睇住台灣政治變化嘅人嚟講，今日其實只不過係一個開始啫。真正值得大家留意嘅係，唔係個彈劾會唔會通過，而係由今日起，
賴清德每一個決定、每一次嘅回應、每一次嘅拖延、每一次嘅見記者，都只會令到一件事越嚟越清楚，就係呢一個政權已經開始行緊去輸家嘅一個局面，而且越行越難翻轉頭。好啦，咁今日咧肥仔傑講台灣嘅事情咧就講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肥仔傑嘅影片咧，希望大家做幾樣嘢：先點讚、分享呢條片出去，等更多人收睇肥仔傑嘅頻道。未訂閱嘅朋友都希望你撳一撳右下角嘅訂閱，開埋個鈴鐺，咁你就唔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啦。亦都喺度呼籲大家各位觀眾朋友，希望大家可以下面留言講講你自己對於賴清德今次做法嘅睇法啊，而你又認為今次國民黨同民進黨佢哋嘅彈劾議案，除咗彈劾本身之外，仲有啲乜嘢想做嘅呢？咁都希望大家下面留言講一講，我都會睇一睇去覆大家噶。好啦，咁今日時間嚟到呢度，我係肥仔傑，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各位拜拜。